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3月26日，今年的財政預算案，財政司司長調高1億元以上物業成交的釐印費，令超級豪宅買家入市成本增加。不過近期整體豪宅交投依然暢旺，西半山超級豪宅天宇在6大額成交，剛售出一座21樓 B 室，實用面積2773平方尺，足4房間隔，另連停車位，以1.41億元沽出，尺價51,072元。另外，中半山雅盈豐再獲投資者大手掃貨，獲同一組買家大手購入3伙低層 Prime Collection 系列單位，包括3樓及 D 單位以及10樓單位，實用面積分別為635及380方尺，足2房1套及1房間隔。成交價由1368萬元至2133.6萬元，車價由33200至36000元。3伙單位總成交金額為5609.8萬元。此外，黃竹坑站上蓋一期進滑，剛錄得複式特色戶成交，單位為1A 座28及29樓 B 室，足4房1套複式間隔，實用面積1292平方尺，成交價4091.3萬元，車價達31666元以上。香港地產最新訊息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。